新疆人士因为人行道有关节落差，造成跋倒摔伤。议员李克为批评市府有钱请人开罚单，煞无情检视人行道安全，要求市府立即改善，重视行人安全。身心障碍朋友他们本身的一个更加的不方便所以这个我们人行道的一个环境空间有必要好好的一个检视它的一个人性化一个安全性尤其加上这个政府这样侪资源有当嘛安尼。甚至佮请人出来咧开单咱这上界基本的一个迄个安全行的安全咱着爱重视爱注意无哪有面甲人民安尼开单咧，讲为着人民的安全这会敢互敢真讽刺拢是假。林兆坤理事长也指出，市区真侪人行道的出口就有一个水沟坑，或者是水沟挂，这就亲像是一个陷阱，一不小心就会发生意外。希望未来规划时会当哪里考量来改善。这一次也是在劳工娱乐中心呢，因为上完课之后，走在人行道上面，但是人行道上面还是有一些高差在再加上我们的这一些透水砖长时间的可能有一些动力机具的碾压有一些破损，但是可能都没有被注意到。那就刚好我就是看护在协助，一时没有注意那一些高差跟破损的地方所以以至于因为碾压到之后人就整个又飞出去了。那我想这个不是只有那一个路段的一个问题而已那我想反映的是就是我们可能诠释很多的这些路段人行道上面的呢都需要重新的再去被做一些检视。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因为我的协助者如果像推我在我们台南的很多路段的这一些人行道在行走的时候他们的视野都会注意看前方，他们并不会去注意到地面上人行道如果有一些什么像水沟盖其实它对于我们轮椅如果要通过那个水沟盖在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会让我们担心害怕，是不是说如果一个角度没有推好的话，然后造成我们跌倒。工务局26号也针对劳工娱乐中心边人行道进行改善工程。有关于那个体育场附近那个人行道之前可能是有些破损，斜坡道部分破损那造成相关的人可能不小心跌倒这个部分，那我们也非常感到抱歉所以我们在2天前，也就是8月26号，我们立即派人去把它改善。那目前已经改善完成，如这个照片所示这样子。另外，针对周边相关道路人行道，工务局也同时展开巡检，若发现类似的状况，会做伙来改善。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